伫咧台湾食这个安眠药的人口就400万人，不少人是因为这生活无正常、情绪压力大，长期拢困袂好势。新光病院的困眠中心的医生表示讲，这2个月因为这武汉肺炎的病变，加上这打扫心脏皮肤菜，困无好来看医生的人就加了3项。 鼻子这边前面会有2条，一条是侦测嘴巴呼吸，一条是侦测鼻子呼吸，所以才会很准确看出，哦，他这段呼吸是停止的。对头到脚拢挂检查线，侦测人困咧，全暂时无喘气的频率。现代人生活无正常，情绪压力大，大脑疲劳，加上交感神经受到伤侪刺激，全困无好。医生表示，最近疫情有较累，回诊的人明显增加。不过这2个月因为捌着过新冠肺炎，全好无力。 半暝啊，会打扫心脏皮肤菜歹困的人来看病，增加3成。普通来讲，阮会翕电光，看电光片有安那无？有讲另外就讲会抽血验一下，看讲伊有过敏无？抽血白血球也有关，阮就会治疗伊的肺炎。 医生表示，治疗新冠肺炎的中药主要是抗风邪，会当改善过敏，困眠的品质也会当提升。不过，提起困眠障碍主要分做4种：歹困、困袂落眠、困起来转起来、熬眠梦。准若1礼拜发生3届，持续超过3个月，安尼就是长期失眠。包括伤早起床，也算是失眠的一种。打个比方，如果说你今天本来是睡6小时，有些人来讲的话，他可能就是睡4到5个小时，他就醒过来。他醒过来之后，他好像就也睡饱了，好像就睡不太着。长久下来的话，还是会影响整个身体，包含心血管系统这些等等的问题。这样子。医生建议困的时阵，室内温度要控制在25度，减少光线刺激。要困之前，也要避免做伤过激烈的运动，莫食薰、啉酒。有长期失眠状况的人，就要经互医生看，较袂愈来愈无头神，大脑功能损害，也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记者阿敏珍从派文台北报道。